你该讲节目马上开始啊！首先呢，为大家邀请是来自淡水的哈，我们的吴秋兰姐姐为咱带来好听的歌曲《我爱你千万年》，来，同我下歌嘞。 我们的秋兰姐，哇，好棒哦哈！来，好朋友都来啊，真的很棒棒哦哈！来，我们的秋兰姐，嘿，哇，真好诶，唱得袂歹，哎，真好，那有机会要常来哦哈！谢谢我们的秋兰姐，来，同我下歌嘞，感谢，谢谢。